福苑外牆棚架火警迅速蔓延到屋苑7棟大廈，消防接報約大半個鐘之後，將火警升到4級，到挨晚6點22分升到5級，造成最少13人死亡，包括一個37歲消防總隊目。消防話仲有2-3棟樓火勢比較嚴峻，好難估計幾時受控。有居民就話家人仍然失聯，生死未卜。而國家主席習近平指示全力以赴救火，努力將傷亡減到最低。之後張俊熙報導火場夜晚情況。宏福苑7棟樓入夜之後火光紅紅，火舌衝天。棚架幾乎燒晒，大量單位被波及，猛烈焚燒。撲救咗近6個鐘頭，仍然有2-3座火勢嚴峻，消防未能夠到達所有求助居民所在嘅樓層。首先起火嘅宏昌閣，即使身處喺低層，亦都有住戶被困咗大約3個鐘。佢話事發嗰陣聽唔到警鐘聲。已經攻上嚟㗎啦，咁一開門其實出唔到去。咁我樓上樓下都開始燒緊，咁臨尾即係甩煙嚟，咁消防員就用雲梯喺窗口嗰度救咗我出嚟啦。我諗我嗰層有啲單位有個老人家佢走唔到，我因為門口我聽到有人一嗌咯，咁但係都好似救唔到。咁另外我就因為冇黑出咗去走廊，就拖到2個人入咗我單位嗰度先。即係有2個嘢年紀大啲，又拖咗入我單位度先，咁咪一路去幫佢哋咯。亦都有居民話喺大維修期間，所有窗戶都貼咗發泡膠，係防止佢哋拆嘢嘅時候打爛咗玻璃嘅。冇阻礙到市民。其實睇唔到出邊嘅封咗之後，完全睇唔到外觀嘅。所以我太太見到聽到有聲啦，都係開窗嚟睇到出邊有竹枝跌有火先至知道嘅啫。位於廣福邨嘅中華基督教會馮良傑紀念中學就被徵用作跨部門援助站，為受影響居民登記失聯親友嘅資料，亦都可以報平安。援助站有為居民安排晚餐。當局喺火警之後不斷加開臨時庇護中心，除咗社區會堂，亦都有過渡性房屋，又安排旅遊巴接載居民。有線新聞張俊熙報導。深夜陸續有人救出，其中個 BB 救出嘅時候要戴上氧氣罩協助呼吸，救護員為佢急救。一個婆婆就清醒送上救護車，仲有一個女人亦都獲救，亦要戴上氧氣罩，分別送到多間醫院搶救。消防呼籲被困市民要用毛巾封好門窗等待救援，但就未交代失聯同被困人數。個別嘅樓層咧，都係個火勢都係非常之猛烈啦。喺現場嘅溫度亦都係非常之高嘅。咁我哋同事上去進行滅火嘅時候咧，都遇到好高溫嘅情況。咁同埋咧，仍然有啲求助嘅個案咧，我哋喺樓層嘅上邊咧，我哋係未去到嘅樓層。不過我哋已經喺我哋嘅控制通訊中心裏面咧，已經再打電話同呢啲市民咧去保持聯絡。咁我哋一能夠進攻到上去上面嗰啲單位咧，就會帶佢哋去一啲安全嘅地方。So whenever I need more space， 安全嘅地方。消防至今已經出動128架消防車、57架救護車，以及超過760個消防救護人員。目前全屋苑8座大廈得1座未被波及，消防亦都已經派員入內射水降溫，以免被波及。至於宏福苑嘅起火經過，由黃俊軒報導。火舌沿住大廈棚架向上衝，幾十秒之間，成幅棚架陷入火海。4點唔知30幾分時，成棟由底燒通頂，係扁白啦扁白啦。嗰時唔知你有冇拍到？超恐怖㗎係，而家變到
頹垣敗瓦咁啦，已經。所以嗰刻好恐怖。建築材料燒着之後，由半空散落地面。火隨風勢波及鄰近嘅大廈。火頭越嚟越多，成個屋苑陷入濃煙當中。我就啱啱喺外邊翻嚟，所以呢篋都做用嘅咩？見到人哋話火燭，我落嚟睇過，我哋隔離嗰座已經燒緊，隔離嗰座燒緊咧，就見到有火屎就飛咗過嚟低嗰層，我咪即刻上翻去攞行李。嗰啲竹咧飛落嚟有火嘅，爭啲揼到。可唔可以形容得下啲竹飛落嚟嗰個情況？哇，好犀利，好似飛彈咁啊！陸續有傷者送到醫院，有人全身燒傷，失去反應。亦都有人自己行入急症室。有人先，唔該，係燒到我哋嗰度啊！屋苑居民都要撤離。喂，你唔好出嚟先。